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？哎呀呀呀！你怎么连一句话都不讲呢？啊！对，对，娘子，你要骂，你就狠狠的骂我；你要打，你就爽爽的打我吧。自秀才，自卖着，去分到私报，过来，这啊，娘子都这么深了，你要是能私报，作用多，要你与我写什么？写休书，休书。什么休书啊？你我从此分谁的休书？从此分谁的休？哎呀呀呀，娘子，莫非你故意被犯了糊涂？什么糊涂？尽放轻错。那娘子，你定是在小美人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吧。你小这是能开玩笑？可你当初是不言贫穷，困从问贼了，当初怪我瞎了双眼，可这是你父亲毕竟那是因我一般心一般嘛。社会之子恩爱神秘无畏，社会如此今朝反光负内。你就与我写。
王在